各位朋友們，你哋好啊！其實咧呢間咧就係、咖啡嚟嘅，雖然佢係冇寫個數字啦，其實咧係食齋嘅。如果各位朋友們啦如果真係有緣嘅話，想嚟到呢個馬來西亞吉隆坡招拉麥確達區嘅咁就嚟呢間嘗試下味道又多口味又多，平靚正你睇下環境啦，真係唔錯㗎呢個咖啡餐廳又靚入邊咧又好環境啲價錢咧又大眾化喎，數數啦你睇下 menu 有啲咩食先，全部都係馬來西亞錢，幾蚊雞嘅啫，係嘛？又有炒麵啦，又有咖喱麵啦，又有拉絲魯媽啦，等等嘅種種嘅嘢都有得食嘅樹。如果各位朋友們咧有興趣嘅話，有緣嘅話就嚟到呢個馬來西亞吉隆坡招拉區麥確達花園，時間就係